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22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奥乐奇，聊一个超市啊。今天这个每日人物啊，刊登一篇报道啊，应该是昨天报道的21号，它的标题叫沪漂们的穷鬼超市走不出江浙沪。说奥乐奇为什么走不出江浙沪？他这个文章这个导言部分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商超界，如果说盒马是精致白领的面子，山姆是中产家庭的里子，那么奥乐奇就是穷鬼打工人最后的体面。奥乐奇从上海走向苏州、无锡是必然。说上海的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上限，而苏州、无锡吸纳了大量沪漂外溢的年轻劳动力。苏州工业园区的程序员，无锡物联网新城的创业者，与上海漕河泾的打工族共享同一套生存逻辑。什么生存逻辑呢？就是交完房租后100元要掰成10份花。这个奥乐奇啊，先实话实说啊，我没有进去过，我都没听说过啊。这个恐怕是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听说奥乐奇超市。我也看了一下，说这个奥乐奇啊是一家德国的连锁超市。2017年奥乐奇正式进入中国，2019年借电商平台进入中国市场2年后，德国最大连锁超市奥乐奇在上海开出了线下实体店。随着线下店开业，奥乐奇微信小程序商城也正式上线，提供店铺周围3公里快速配送服务。2025年，德国连锁超市奥乐奇计划进军江苏市场，首发苏州、无锡2城。这是关于奥乐奇的一些简单介绍啊。说实话啊，这个每日人物这篇文章啊，还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个在商超界啊，盒马是精致白领的面子，山姆是中产家庭的里子，奥乐奇是穷鬼打工人最后的体面。他这个说法啊，把这个商超里面的教主啊放在什么地位？盒马大家知道啊，山姆大家也知道，奥乐奇现在知道了。那商超里面的教父呢，对吧？咱们商超里面的国产商超里面的奇葩放在什么地位？所以这个啊有失偏颇啊。难道咱们国产这个商超的奇葩不配和盒马、山姆还有奥乐奇相提并论吗？所以这个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啊。他下面这么说啊，他说这个奥乐奇为什么走不出江浙沪？咱们俗称是长三角，那是一个区域啊。咱们这个有的超市对吧，教父连那个一个地级市都走不出啊，对吧？在这个中原腹地啊，在那儿造神。你这个文章啊说奥乐奇为什么走不出江浙沪，就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他就是打这个教父的脸呢，对吧？教父连地区还没走出呢，地级市还没走出呢，你这样就问人家奥乐奇为什么走不出江浙沪，这是寒碜谁呢？所以说这篇文章很危险呢。但是我们也要往下看，这文章说啊，他说奥乐奇出户的第一天，说时间都花在这上面，哪个地方没东西卖呢？他说跑到这个地方来。奥乐奇苏州店的开业现场，长长的队伍里时不时的传来吐槽的声音。如今一家超市的开业能引起这么大规模的排队，除了教父，恐怕只有奥乐奇了。奥乐奇一家来自德国的商超，却摒弃了进口精品的高价路线，用超过500件9.9元商品，活生生把自己打造成了穷鬼乐园。在进入中国的6年时间里，就像教父超市扎根河南一样，奥乐奇死死地守着上海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连着开了60多家门店，却都没有踏出上海一步。他这个说法不准确啊，因为教父超市虽然扎根河南，但是他也没有开60多家门店呢，他吹来吹去就一家店嘛。在互联网上，无数上海之外的打工人们看着货架上9.9元的价签，在评论区真诚发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到我这里？这个确实我也这样发问呢，就是不管你是教父的商超还是什么山姆还是奥乐奇，对吧？既然这么好，什么时候能开到我这儿来？我们是作为消费者是翘首以盼呢，对吧？你可以吹，也不要怕，也不要担心牛皮吹破啊。就像那个4月19号在亦庄啊，那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一样啊，是马拉出来溜溜，不要关起门来在那儿吹啊，关起门来造神，总有一天呢，这个神像会塌掉，不如拉出来溜一溜，对吧？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人形机
机器人到底什么水平？哎，这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呢。然后这文章说啊，他说局面在最近被改写。4月19日当天，奥乐奇苏州店和无锡店同时开业，奥乐奇终于迈出了自己出户的第一步，一下子从上海特产变成了江浙沪特产。说95后的乔荣在苏州工作，此前他从朋友那儿听说过奥乐奇9块94拼的瑞士卷，3.9元8片的卫生巾，没想到超市开进了苏州，就想着去看看。上午10点半，乔荣刚走出地铁站，就感受到了奥乐奇的火爆，迎面走来的人们手里几乎都拎着2大包购物袋，又走了几分钟，才看到奥乐奇的招牌，位置在方舟邻里中心的1楼，超市门口的铁马9曲18弯，围起长长的排队通道，入口处挂着排队预计1小时的告示牌。超市门前蓝色的遮阳棚下坐满了一连疲惫的大爷大妈们，一问才知道人太多挤不进去，只能坐在这儿乘凉。说话间，不断有人拎着刚采购完的战利品从绿化带中穿过。乔荣忍不住又问了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说听到实际排队时间预计2小时，他决定转战1条马路之隔的华润商场溜达一圈再回来。也就是开个这么一个超市，奥乐奇居然要排队2个小时，就这种商超的魅力在什么地方？他说显然啊，这么想的人不止乔荣一个，在隔壁华润商场的1楼，随处可见奥乐奇的购物袋，乡村机没有一处空位，蜜雪冰醇门店挤得站不下人， COCO 也排起长队。一个推销面部美容的小哥嘴里嘀咕，第一次看到商场来这么多人，说就连华润的停车场都快成了奥乐奇的专属。那些从华润停车场出来的人几乎头也不回地奔向了奥乐奇。网上还出现了逛苏州奥乐奇的停车攻略，最佳地点就是隔壁的华润停车场，不仅车位多，还免费。为了应对奥乐奇的开业，华润也早有准备，在18日到20日期间推出了优惠活动，比如原价23.9元的光明 1.5 升鲜牛奶、酸奶统统13.8元，试图将奥乐奇带来的人流量变成真金白银的销售额，也就是蹭一波奥乐奇的流量啊，这也是个办法啊。当然，奥乐奇的目标对手显然不是华润。早在开业之前，奥乐奇就把商战的风吹进了苏州。有人在苏州山姆停车场入口的公交站台看到了奥乐奇的贴脸宣战。幸好奥乐奇都是小包装，买多买少都便宜，就是针对山姆，它不是大包装吗？山姆就是适合这种家庭装是吧？哎，这是大家的印象啊。那么奥乐奇呢，宣传就是我们是小包装，对吧？买多买少都行啊。奥乐奇超市小份更新鲜，不花会员费也便宜，也就是说奥乐奇不需要办会员费的，办会员卡。那个山姆不是要办260的那个会员卡，所以你看啊，这就叫贴脸开打。这个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啊，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对吧？你山姆厉害，我就在你山姆对面开一家，就是贴脸开打，对吧？你奥乐奇厉害，我山姆就在你奥乐奇对面开一家，就像20年前的这个苏宁一样，对吧？一条商业街，东边是国美，那么西头一定有苏宁，这就叫竞争。你看啊，奥乐奇它虽然卖9块9的东西，哎，它或者是给人印象叫穷鬼超市，不是山姆是中产吗？不是网上有这么定位啊？你去买东西，你要办个260的会员卡，哎，就这样人家要贴脸开打。那这个交付商超呢，为啥就不敢过去跟人贴脸开打呢？这个像极了那个闯舞啊，对吧？天天吹自己多厉害，一旦跟现代搏击叫板，他立马找各种借口、各种理由，树高莫用，对吧？我这都是杀人计，我能随便用吗？一出手你就死了，不能用。所以说啊，这个教父商超啊，你什么时候能跟山姆、跟这个奥乐奇，对吧？贴脸开打，这个你再出来吹啊，不晚也来得及。所以很遗憾啊，我们现在只能看到2个国外的商超在那儿 PK， 对吧？在中国的这个大地上，2个国外的商超，这不就寂寞无对手吗？这恰恰说明你国产的这些商超，对吧？关起门来吹可以。就这个现象，这个教父超市的那些粉丝啊，应该多去考虑，也多问一个为什么。他这个文章介绍叫奥乐奇，人家就奔着山姆来的，什么你国产的什么华润超市都不在人家这个，就没有把你列为竞争对手，直接忽略。文章说啊，从华润转出来的乔荣还是加入了奥乐奇的长队，历时2个半小时，终于走进了超市。
超市，就是排队居然排了2个半小时，和外面一样，超市里的每个角落都长满了人。想要在货架前带着购物车转身是不可能的，要移动到另一个货架，只能一点点挪。店员也忙得没空搭理顾客。乔荣的朋友拿着瑞士卷问保质期，店员答非所问的一直重复9块9元4个，说所有的人在奥乐奇就像是来进货，人手1袋卫生纸，2盒牛奶几乎是标配。去结账的购物车里基本都是满满当当。一趟下来，乔荣和朋友消费了300多元，旁边的一对夫妻花了200多元。妻子说啊，这么多东西比华润划算，也就比华润超市要便宜，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但是卖的都是你中国东西啊。同样热闹的场景在无锡的奥乐奇也重复上演。无锡的奥乐奇开在软融中心负1层，一大早还没开业，门口就挤满了人。原定8点的开业时间，被涌入商场的人潮啊，硬生生的提前到了7点半。有上午11点到现场的人发现，连购物车都要抢，只剩下购物篮能用。商场里路人看到这样的场景，匆匆说一句，以为是被攻打了，便加快脚步躲开人群。巨大的客流量也跟奥乐奇的开业优惠活动紧密相连。无论是苏州还是无锡，开业当天到店打卡就送鲜鸡蛋1盒，消费满200元得10枚免费鸡蛋。这个鸡蛋还是叫无坚不摧啊！中国人对鸡蛋是有偏爱的，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你这个地推啊，离不开鸡蛋。地推最佳武器就是鸡蛋，这个我有发言权啊。10多年前我搞地推的时候，你拿什么都没有鸡蛋好使，1斤不行就2斤，没有什么是鸡蛋解决不了的。他这个文章说啊，会员到店10付满129元可以抽奖。尽管乔荣的家距离奥乐奇有1个多小时的地铁车程，但为了那10枚免费鸡蛋，他决定还要再来一次。从奥乐奇回家的路上，乔荣感到又累又饿。在这里逛完很难找到吃饭的地方，不像我们逛完山姆直接在林瑞广场找个烤肉店吃饭就很方便。说这个奥乐奇啊，叫抢占河马如山姆的盲区。奥乐奇迈出上海第一步，可以说走得小心翼翼。2家新店都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选址逻辑也与在上海高度趋同。很多人对奥乐奇在苏州的选址感到疑惑，说奥乐奇所在的方舟邻里中心此前并不算是热闹的商场，招商一直不尽如人意，像样的餐饮品牌只有肯德基、必胜客，住得近的人都很少来这里逛街吃饭。奥乐奇所在的点位一开始是菜市场，后来变成进口超市，但都没能继续开下去。也就是在那个地方以前开了很多超市都黄了，现在奥乐奇来了，流量也来了。说方舟邻里中心距离最近的地铁站要走500米，站点还不和其他地铁线互通，也就是那个地方交通还不是特别方便。说自带的停车场更是被吐槽的重点目标，太小根本不够用。对乔荣来说啊，除了新开业的奥乐奇，他想不到打工人去那里的理由。但是啊，有专业人士的看法啊，这个专业人士认为啊，这个方舟邻里中心那片消费能力其实不错，奥乐奇开过去更接近于辐射周边居民的邻里型超市，可能和它本身定位和成本都有关系啊。这个是在苏州相城做招商经理的胡旭栋他的观点。实际上这个东西大家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啊。我在很久以前节目一直说啊，你这个超市做的就是本地生意，本地生意就跟你那附近的消费能力有关系。而如果你这个超市是做的全国的生意，那就要求你这个地方交通要方便，以便有人从杭州坐着高铁，对吧，到你那儿买东西朝拜，完了之后也坐高铁回去。只有你本地人的消费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停的讲故事，对吧？全国人坐高铁坐飞机去那儿消费。而这个奥乐奇你看看人家选那个地方反而交通还不是特别发达，离地铁口还有500米。为什么呢？就说明人家不是做那种说你坐着地铁坐4个小时跑我这来消费，那不是有病吗？那不是脑子有问题吗？人家做的就是本地生活，就是本地人溜达过去买东西，对吧？骑个自行车过去了。所以看文章也要会看。他说啊，方舟邻里中心那片消费能力其实不错，就是本地啊。奥乐奇开过去更接近于辐射周边居民的邻里型超市，可能和它本身定位或者成本都有关系。据他了解，奥乐奇此前和相城的大悦城、龙湖天街都有接触，这些商场在苏州算蛮成功的商场，体量基本在苏州前列，包括方舟的租赁价格可能也不便宜，但
他们是苏州首店，不排除给到了一些政策支持。邻里型超市的确是奥乐奇一直以来的定位目标啊，跟邻里型超市相对应的啊，那叫教父型超市，对吧？那属于那种叫朝圣呢，全国粉丝过去朝拜的地方，那叫教父型超市啊。这个叫邻里型超市，靠的是本地老百姓消费。这个奥乐奇的目标就是邻里型超市。这个说山姆啊是驻扎城市远郊，依赖会员制与仓储式大店。这个盒马呢，主要是抢占 CBD 与交通枢纽，以3公里配送圈为基础搭建的即时零售网络。那么这个奥乐奇是专攻盒马与山姆的盲区，叫高密度社区与次级商圈，以600到800平米的紧凑型门店，实现一店辐射3公里。他就是搞那3公里以内的居民消费。这一点在苏州和无锡的选址上均有体现。苏州的邻里中心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内，周边辐射着房价每平米3万到10万的住宅小区，坐拥第2实验小学和西交大附中的学区。它这片区域几乎是苏州房价第一梯队的存在。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这个教父超市那个城市有3万到10万1平米的小区吗？你看啊，这个反差非常大啊。就是说这个奥乐奇叫穷鬼超市，9块9嘛，穷鬼超市开在这个每平米房子是3万到10万的住宅小区附近，这个我们还要好好理解一下，对吧？这叫穷鬼超市。但是那个教父超市居然开在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房价能有多少，能卖到3万1平米吗？就靠什么消费呢？就特别不好理解。你看啊，就是这个奥乐奇只选的那个地方啊，叫园区啊，是苏州房价第一梯队存在，云集了40多家上市企业，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金融机构、高新技术产业在这里扎堆，上市企业高管、金融机构精英、高新技术人才出入周边小区，抬升了房价，也抬升了周边的物价。就这样，人家在那开的是个穷鬼超市。50公里外的无锡，奥乐奇选择了圆融广场。根据艾瑞网，这个商场方圆3公里内聚集了8万居民，其中60%为3口之家，与奥乐奇小包装、高频次补货的定位高度契合。圆融广场的选址既避开了市中心高昂的租金压力，又精准锚定1日3餐的刚需战场。正如奥乐奇围栏上标语所问，什么才是够低价？答案是也许藏在所有人比价时的精打细算中。除了爱开社区店，奥乐奇还紧紧盯上了统一的消费群体。据品牌数统计说，奥乐奇偏爱3万平米左右的小体量购物中心，周围房价集中在5到10万元的地方开店。根据安居客数据，2025年上半年上海新房均价在5.9万元，也就是说奥乐奇选择购物中心门店都临近上海房价平均线左右的消费客群。所以读到这儿，我又想起了这个河南一个地级市，都不知道是干啥的，也不知道有什么产业，更不知道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总之啊，是河南的一个地级市。那个地方怎么就诞生了这个教父超市呢？你上海这个房价5万到10万的地方，只诞生了叫什么穷鬼超市，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想来想去啊，恐怕还是造神呢。你看啊，这个文章说啊，但不同于德国的城市，在柏林一家奥乐奇门店可能服务同一批顾客30年，而在上海门店周边的客群除了是上海土著，更多的是上海的打工人。他们从大学城搬入出租屋，像潮汐一样运作，往返如承载了几十万人的巨大地铁，在精致的格子间复制了一个个被称为白领的人生。只有去到菜场、超市，现实才让他们重回精打细算的日常。你不管是谁啊，不管是在德国的柏林还是上海，那个收入肯定是比那个河南的一个，对吧，4线城市要高得多。在德国，一家奥乐奇服务同一批客户30年，那不就是本地的居民吗？对吧？从他20多岁一直到他退休，都在那个超市买东西。那在上海呢，奥乐奇呢，他也是服务周边的这些打工仔啊，沪漂，也是住在本地的，并不是说从兰州啊坐着高铁跑到上海去逛奥乐奇，从西安坐着飞机跑到那儿去逛奥乐奇，更没有夹头老师啊跑到奥乐奇去直播，没有看到奥乐奇是吧？隔三差五上热搜。也就是说，你可以不是这个零售业的专家，你也不是什么商超行业的专业人士，但是你可以通过对比分析啊，这些小孩，比如说3岁、4岁小孩玩的游戏啊，不就是一本那个画册上面找不同吗？对吧？或者找错误，这个是3、4岁小孩开始训练了，对吧？你从这个奥乐奇、山姆还教父超市，你会找不同的这个，你就会有想法，你就会有疑问啊，你就能看穿谁在造神，谁在吹牛，谁
是可持续发展，谁是不可持续，不能复制。如果一个超市是为全国的粉丝服务的，他就没有办法再开分店，因为你开的越多，你是在分流，你的成本越高。如果一个超市是为本地生活服务的，为本地呢2万10万这个消费者服务的，他就能到处复制。这个文章说啊，这种流动性倒逼出又一选址哲学，说既要嵌入打工人的日常动线，又要与商业中心的高昂租金保持安全距离。超市的选址要和打工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不能靠得太近。好的商场抬升成本，也不能离得太远，打工人嫌麻烦就不去了。上海打工人李丽去过3家奥乐奇，每一家都是下了地铁之后再走个几分钟才能到。这很显然啊，因为地铁口附近租金贵啊，你租金一贵，那你的这个里面卖的东西价格肯定就得贵啊，那你价格一贵，打工人就不愿意去。说通常来说，奥乐奇的店铺布局更为紧凑，商品的 SKU 不多，但足够便宜。说年轻人的穷鬼经济学，在商超界，如果说盒马是精致白领的面子，山姆是中产家庭的里子，那么奥乐奇就是穷鬼打工人最后的体面。零售专家黄碧云认为，奥乐奇的定位精准卡在上海的打工人群体，他们月薪交完房租所剩无几，却对商品品质和性价比有极致追求，既要省也要过得不寒酸。他说，奥乐奇从上海走向苏锡也是必然。在黄碧云看来，上海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上限，而苏州无锡吸纳了大量沪漂外移的年轻劳动力。苏州工业园区的程序员，无锡物联网新城的创业者，与上海漕河泾的打工族共享同一套生存逻辑。什么生存逻辑呢？就是交完房租后100元要掰成10份花。这个文章说啊，奥乐奇像一台精密仪器，用倒推算法重构供应链，先定下年轻人闭眼买不肉疼的终端价，再倒逼上游压缩成本。如今奥乐奇自有品牌占比超90%， 80%供应商本土化。也什么意思呢？也就是80%的这个东西啊，都是咱们中国自己生产的。9块9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走进上海奥乐奇门店，货架上密集排列的各种9块9元商品，像一句直白的宣言：这里是精打细算的年轻人的天堂。说每到晚上，刚下班的年轻打工人拎着帆布袋的退休老人在这里擦肩而过。比起要找那些弯弯绕绕的穷鬼指南、穷鬼攻略，在晚上卡点灯打折的商品，奥乐奇的价格低得直截了当，明明白白。奥乐奇的穷鬼路线的确让上海人为之疯狂。2024年10月，上海经商开出中国第60家门店。2019年啊，这个奥乐奇才在上海开出第1家线下店，5年以后啊，开了60家门店。这个复制速度怎么样？没什么新鲜的，就是你一个店开成功了，就照这个复制啊。这个是商超啊，都是这么干。你看那个山姆，还有什么开市客，唯独教父超市，它不能复制，颇为遗憾啊。奥乐奇2023年突然调转方向，把口号从国际品质、社区价格改为好品质、够低价。也就是奥乐奇刚到中国的时候，它的口号还不是这个口号，给人感觉它是国际化的，相对还比较高端。也就是再说通俗点，就是不够接地气。作为一个德国的商超啊，到了上海之后，对吧？刚开始是水土不服，后来人家抓住机会，直接叫好品质够低价，打的就是低价。它本来是精品路线，也就是它只服务那些有钱人啊，这个白领，对吧？后来他才发现，这个作为日常消费啊，白领和这个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对吧？你就是1日3餐，日复一日。所以你如果只盯着那些白领去做这种商超，这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叫后来改成叫穷鬼超市啊，也就是你所有人都要用洗发水吧，女的都要用卫生巾、卫生纸、牛奶，这些都是日常用品，量大稳定。实际上啊，商超没什么玄乎的啊，大家相信我，我在10几年前就干过这种本地生活。这种线下超市啊，它一般的都有引流商品，你比如鸡蛋就是引流用的啊，你像那个北方的小商超啊，那个白牛二、顺鑫农业的白牛二，那就是引流的，那玩意儿不赚钱它批发来恐怕14一瓶，卖也卖14，顶多14块5，基本不赚钱。但是
必须卖，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量大，那个是引流用的。那很多人去你那个店买那个白灵二，觉得你那个店便宜实惠实在，他顺手就买了很多鸡腿啊、鸡爪呀，或者是花生米啊，或者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牛奶，对吧？洗发水买了，随便带一瓶洗发水，是冲着那个白灵二去的，但是买了很多其他东西。白灵二不赚钱，其他东西赚钱。开商超都是这个逻辑啊，找不出什么新鲜东西出来。当然了，为什么大家都对这个山姆啊、奥乐奇啊趋之若鹜呢？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零售商超，比如说这个物美，对吧？联华、还华润、大润发，为什么都不行呢？还有永辉超市，对吧？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让人调改。就我一说到调改，我就想起了那个以前看那个电视剧啊，武侠片上面，有个人受伤了要死了，后面一个老头长着白胡子，对吧？我把我一身的功力传给你，然后对吧？是吧？一掌搭在那个人后背上面，然后那个前面那个人脑袋上冒烟，这叫调改，不就是讲一些神话故事吗？哪有那么多玄乎的？有大能力调改，你不能自己开一家呢？就不能学奥乐奇，学山姆，贴脸开打，就像京东和美团一样，对吧？外卖我们就贴脸开打，这叫竞争嘛？你只有这样的竞争，对消费者才是负责任的，消费者才能从中获益啊，得到更好的服务啊，对吧？这奥乐奇、山姆，它无非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信任。首先是大家对它信任，它的产品品质，对吧？它的这个保质期，它的食品安全等等，大家信任了之后，再会比较价格，不就这点事吗？你要说超低价，那什么华润啊、大润发呀、永辉啊，它没有超低价吗？它也有啊。那为什么它这些超市都不行呢？要黄呢，或者是经营困难呢？就是大家不信任呢啊。千和零添加，或者千和零是一个商标，你说你气人吧？但是它这个商标也只有在什么永辉、大润发，到了山姆它不这么玩，到了山姆它就叫千和什么酱油，为什么呢？同样都是这个厂家，在这儿玩它就这么玩，愚弄消费者。但在那个商超里面，在山姆它就没有，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还真是山姆的会员，我专门去看这个，对吧？什么1号土猪肉和这1号土是商标，你说这叫什么事？大家一看叫1号土猪肉，还以为这卖的是土猪肉呢，原来1号土是商标。但是你看这种玩法，它在山姆，在这种奥乐奇，你就玩不下去，人家不让你这么玩，也就人家商超不给你沆瀣一气，不给你提供这种舞台骗消费者，他就替你把关了，这不就是信任吗？你去看看那些国内的那些商超，你去看那个千和零添加摆的琳琅满目的，所以说啊，那为什么它不行呢？还不就是消费者觉得山姆到了奥乐奇放心啊？如果再加上这个价格实惠，这个商超啊，它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它是没有什么猫腻啊，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没什么门槛，哪有那么玄乎的？这个奥乐奇已经开了60家，而且往浙江开，人家也没有说啊，他的员工啊1年200多天假吗？宣传了吗？他宣传他们高管啊年薪几十万上百万吗？高管上下班都是什么车接送吗？人家说了，人家什么股东把钱全部给员工发了，所以才有这样的这个什么成绩吗？干就完了，开分店。听说过山姆奥乐奇给谁调改吗？说你那个超市不行，我帮你调改一下。这个文章最后说说奥乐奇的野心不止于长三角。黄碧云认为，一旦在江浙沪验证了可复制的盈利模式，向其他高密度城市扩张只是时间问题。早在2022年就有媒体报道，奥乐奇计划在中国继续开设数百家分店，仅在上海地区，奥乐奇就有可能开设500到600家门店，再加上山姆，对吧？现在好像也是60家门店，那还有其他的什么开市客，还有其他的外资品牌商超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也能看出一个趋势就是随着山姆、奥乐奇这种外资品牌的商超攻城拔寨，有些教父超市慌了。你想一想，他能不慌吗？这故事还能讲得下去吗？对吧？你不贴脸开打，你岁月静好，你在那儿讲那个玄之又玄的那些，对吧？你在那儿进行这叫什么筛粉，人家可是实打实的在攻城拔寨。但山姆超市、这个奥乐奇、开市客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时候，还有谁会从兰州坐着高铁跑到一个河南一个4级城市去买东西呢？我觉得他不应该去，对吧？这个4线城市去买东西，他应该去一个3甲医院把脑子看一下。零售业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如果你还在这儿讲故事，什么树高莫用，跟这传武一样，那最后死的一定会非常难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